大家好，今仔日这段影片想要甲大家绍介的主题是台语的音节。台语应该算是台湾大多数人的母语，也毋过有袂少人虽然会晓讲，却袂晓写，甚至拢抓准台语是一款无法度写的语言。对家己爸母话的认捌嘛真浅，实在足可惜。所以，我想要透过这段影片，互大家先按了解家己逐工讲出来的发音内底，到底有啥互成分。一般来讲，咱人会用诶辨识诶上细语音，就是音节。台语身为一个语言，当然嘛有音节。台语诶音节会当分做三个部分：声母、韵母甲声调。咱先做伙看投影片顶悬即两字“腹肚”，因拢有头前我所讲诶三个部分。深青色诶是声母，土黄色诶是韵母。蓝色的是声调。当遮甲大家绍介一下，我用的拼音系统是教育部的台罗。另外，声调虽然会当用数字去标，毋过若是家己当做文字来使用的话，针对无共声调会有无共的符号，就像我标题遐写的罗马字共款。一寡字母顶悬，敢若滴一顶帽仔，迄就是声调符号。接落来，咱来看声母的部分。P 这个字母代表类似华语“宝”的音 ，T 这个字母代表类似华语“刀”的音。咱一定要会记得讲，伊毋是“坡”甲“讨”的音，但是想要表示类似华语“坡”甲“讨”的音，爱伫后壁佫加 H 这个送气符号。接续落来，咱做伙来看啥物字有用到即两个声母。台先来看 P 的。铁棒的棒，比拼的比，变化的变，分方的分，两倍的倍。来是天，堆雪的堆，蛋生的蛋，台湾的台，巴甜的甜，独立的独。过来是韵母 ，AK 的发音是安尼，啊。乌的发音是安尼，乌。共款，咱先来看啥物字有用到即两个韵母。先来看鸭的，龟壳的壳，学校的学，读书的读，放杀的杀，目睭的目。来是乌，大箍的箍，数字的数。鼓仔的鼓，步数的步，行路的路。上尾是声调的部分。声调的部分因为略仔复杂，我想要放伫以后的影片绍介。大家先知影，台语通行腔口有7个声调就好。先看有啥物字是第四声，塌掉的塌，人客的客，夹做伙的夹。得学的得，适应的适。来是第二声，痛苦的苦，袂少的少，讲话的讲，水气的水。我是啥人的我。今仔日个绍介先到遮，后壁有练习，欢迎大家做看卖。